华视在地新闻，今仔日政坛的最焦点，就是陆委会主委陈明通接受广播电台的专访。伊讲做人若敢若求食饱，安尼甲低到禽兽有啥物差别呢？结果外界拢认为，伊所讲的，就是到中国争取农产品的订单，坚持9二共识，搁踏入去中联办的高雄市长韩国瑜。韩国瑜听到真愤怒，回呛这个陈明通。册读甲狗仔巴肚内，讲各行各业拢咧哀，你陈明通是目睭青眉笑。再去陈明通鞠躬2届来道歉，澄清讲伊所讲的毋是韩国瑜。措辞一个措辞不是很恰当，那我是在这里跟大家说一声抱歉。陆委会主委陈明通今日道歉，拢是因为这个言论。是咱的精神的信用、精神的生活，咱人毋是干咱物质生活尔啦。咱若干咱物质生活食会饱就好，甲低高金寿有啥物差别？就广播节目讲，做人若是干那求食饱，甲禽兽有啥物差别？这话传到日前出访中国变经济高雄市长韩国瑜的耳内，毋是滋味。陈明通，你眼睛瞎了吗？你讲禽兽不如是什么意思？因为主持人问到我，那么再回来，最主要是有什么样一个想法，那我当然谈出要来捍卫这个主权。陈明通澄清禽兽讲话，并不是针对韩国瑜，进前嘛对韩市长真肯定。特别我并没有针对这个韩市长，不管他在出门前他去卖台湾农产品，不管是出门前或回来，我都给予肯定。是这样的，这么重的字眼讲完之后，深深觉得不妥当，道歉这个事情，也就希望一切就过去了。中国经济都已经越过中线，威逼台湾而来，我们还吵，值得吗？我倒是听到韩国瑜市长在议会答询说，他反对1国2制，这很值得肯定。他要推销农产品，也应该给予肯定。不过我要特别提醒，跟中国签订购买的意向书，跟接到订单是完全2回事。行政院长苏贞昌嘛跳出来帮忙讲话，就看陈明通道歉了后，风波是不是会当就此平息？